假如给你1500，你会不会来干这个活？你们是不是想说，别说给1500，给800我都要来干？目前这台挖机从3月份一直到现在，已经10月份，快7个月的时间了。你们猜一下，总的做了多少个小时？做这样的活，只要天上一下雨，根本就做不了。来到这个工地，时间已经过去1个月。才做了5天的活，再这样下去干的活根本就不够挖机的折旧啊！老铁们给我拿一下把握，是留新的还是留旧的？高低也要搞一台出去了，实在是坚持不住了。到现在为止，这台机子才做了300多个小时，说出来你们可能真的不信，但这就是事实啊。